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期嘅娛樂人物解讀欄目。時間撥回當年某月20號，香港九龍鬧市一間大型商場正門外，現場人山人海，媒體雲集，一場震動全港娛樂圈嘅記者招待會就咁正式拉開帷幕。現場鎂光燈閃個不停，所有鏡頭都聚焦喺一位氣質清麗、五官精緻嘅女藝人身上。面對數十家傳媒嘅圍堵追訪，佢從容不迫，緩緩拉高自己嘅褲腳，將小腿位置一大片深淺交錯、新舊重疊嘅淤青傷痕完整展露喺公眾眼前。全程佢冇半分激動，冇半分委屈哭訴，反而以異常平靜、毫無波瀾嘅語氣，一字一句講出震撼成個港圈嘅真相。呢一啲傷痕絕對唔係意外跌倒造成。呢位敢於直面輿論、敢於撕破圈內假象、勇敢袒露傷痛嘅女藝人，向來都係娛樂圈嘅話題焦點。早年曾經加入女子組合出道，亦都輾轉捲入過多宗全城熱議嘅娛樂圈風波，天生自帶話題體質。多年來從來不缺大眾關注同熱議，但過往所有爭議都遠遠不及呢一次記者會嘅分量。當日佢每一句冷靜沉穩嘅表述，每一個坦然堅定嘅態度，都無聲卻有力地指向咗當時圈中話題度極高、爭議滿滿嘅男藝人羅子溢，原名羅仲謙。消息傳播速度極快，記者會結束唔夠半日，已經席捲全港網絡、娛樂版頭條。為咗回應輿論壓力，羅子溢團隊緊急安排臨時記者會，成場見面會僅僅維持5分鐘，係娛樂圈極為罕見嘅短時回應。當日嘅佢一身全黑素色穿搭，雙眼通紅，面色憔悴，情緒處於極度激動、近乎失控嘅狀態。現場肢體動作凌亂，言語斷斷續續，反覆強調自己從來冇傷人嘅本意，只係一時失手，無心之失。初衷只係想制止事態繼續發酵，避免雙方都受到更大嘅傷害。匆匆講完幾句辯解嘅說話之後，佢就轉身快步離開現場，全程冇半句真誠道歉，冇承認任何過錯，亦冇留下任何後續處理態度曖昧又強硬，令無數圈內外人士為之失望。為咗杜絕外界刻意炒作、博流量、趁熱度嘅惡意揣測，雙方當事人最終達成共識，選擇唔報警、唔追究、唔深究責任。就咁樣，一樁足以摧毀藝人形象、震動全港娛樂圈嘅風波，最終靜悄悄落幕，無疾而終。事件過後，羅子溢嘅演藝事業並冇受到實質性嘅打擊，依舊穩定接劇，活躍於 TVB 熒幕之上。大眾慢慢將呢件事淡忘，但隨住時間推移，愈來愈多知情人士、圈內舊聞陸續曝光，佢年輕時混亂多情、令人大跌眼鏡嘅感情經歷被徹底爬出，再度將佢推上輿論風口，引發新一輪嘅全城熱議。根據港媒長期跟進、深度梳理嘅情史資料顯示，羅子溢15歲就展開人生第一段戀情，情竇初開之後，感情生活從未空白。短短4年嘅青少年時光入面，佢先後交往過嘅異性數量高達13位之多。呢一份名單包羅萬象，有青梅竹馬嘅中學同學，毫無交集嘅圈外素人，朝夕相處嘅職場同事，仲有大量 TVB 幕前幕後工作人員、現役藝人，當中不乏大眾耳熟能詳、官員極佳嘅圈中面孔。從此之後，情場浪子、天生渣男體質嘅標籤就牢牢貼喺羅子溢身上，撕都撕唔落。外界對佢嘅普遍評價極為一致：天性風流多情，極易厭倦，感情極度不穩定。每當一段關係步入穩定平淡階段，就會心生變數，移情別戀，一生習慣周旋喺唔同異性身邊，從來唔願為任何人停下腳步，安定落來。就係這樣一位感情歷史斑斑、口碑兩極分化、爭議從未斷過嘅男藝人，卻喺2016年成功迎娶咗當時 TVB 頂流當家花旦實力派視后楊茜瑤，原名楊怡。婚訊正式曝光嘅一刻，不單止全港網民滿頭問號，就連一眾資深圈內人、娛樂記者都大感不解。所有人都清楚楊茜瑤嘅來頭同不易，佢入行整整13年，由最底層嘅龍套路人做起，默默習服，步步深耕，從不偷懶，不走捷徑，靠自己雙手打拼出數千萬身家，係 TVB 公認嘅實力派視后，殿堂級當家花旦，演技、人品、路人緣都備受認可。反觀羅子溢，滿身情史黑料，負面新聞不斷，
口碑參差不齊，無論名氣、地位、實力，路人評價兩人都係天差地別，雲泥之別。呢段表面極度不匹配、門戶懸殊嘅婚姻，從一開始就被全港睇淡，飽受無數質疑同爭議。幾乎所有人都心存疑惑，聰慧通透、閱人無數，在娛樂圈摸爬滾打多年嘅楊茜堯，難道真嘅完全唔介意另一半不堪嘅過往，定係佢早已看透一切，仍然甘願為呢段感情賭一次未來？外界大多數人都將呢段選擇歸結為戀愛腦嘅一時衝動，但事實從來都唔係大眾睇到嘅咁簡單。呢段不被看好嘅姻緣，背後其實係兩個童年家有缺陷、靈深處孤獨缺愛嘅人，跨越歲月磨難、人間冷暖之後，最為契合、最為珍貴嘅雙向救贖。想要真正讀懂楊茜堯當初嘅執着同選擇，必須從頭拆解兩人截然不同，卻又高度相通嘅人生軌跡同成長底色。1979年8月30號，楊茜堯出生喺香港屯門一個基層普通家庭，人生開局就布滿荊棘同坎坷。年僅2歲嘅時候，父親意外離世，徹底打碎咗原本就清貧拮據嘅小家庭。從此之後，母親一力扛起沉重嘅養家重擔，獨自一人撫養楊茜堯同家姐兩姊妹。童年時期嘅貧困遠遠超出常人嘅想象，一家3口曾經窮到無以為繼，為咗生存，為咗幫補家計，細小嘅佢哋要跟住母親去到街頭撿拾廢品雜物，日日面對路人嘅冷眼、異樣目光同無情非議，生活過得舉步維艱，步步艱難，從來冇過無憂無慮嘅童年時光。來到2024年，早已為人妻、為人母，生活安穩富足嘅楊茜堯，受邀參加訪談綜藝節目，當重提呢段極度清苦嘅童年往事時，依舊無法壓抑內心嘅情緒，當場落淚。佢喺節目中坦言，年幼時心智未熟，天真無知，根本體會唔到生活嘅殘酷同母親嘅不易，只知一味依賴家人。直至長大成人，自己成立家庭，為人父母之後，先徹底幡然醒悟，明白當年單親母親獨自撫養2個女兒，究竟捱盡咗幾多旁人難以想象嘅苦楚、委屈同無人訴說嘅孤獨。7歲那年，母親為咗俾2個女兒一個依靠，選擇再婚重組家庭，但生活狀況並冇絲毫好轉。一家人長期擠喺沙田恒安邨嘅公共屋邨入面度日，家境依舊拮據清貧，一無所有。細個嘅楊茜堯冇多餘零用錢，冇優越嘅家庭背景，冇強大嘅人脈靠山，人生起步階段空空如也，所有想要嘅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努力爭取。楊茜堯嘅家姐後來受訪回憶童年，分享過一段極為戳心嘅小事。細個2姊妹逛街，睇中商鋪櫥窗入面2隻可愛公仔，心心念念想要擁有，無奈母親手頭緊絀，身上嘅錢只足夠買1隻。懂事嘅家姐主動退讓，將唯一嘅心儀禮物讓俾細妹。呢件微不足道嘅小事，深深烙印喺楊茜堯嘅心底，伴隨佢成長多年，亦令佢從小養成咗隱隱懂事、懂得珍惜、不爭不搶、體諒他人嘅溫柔性格。呢段灰暗困迫、充滿缺陷嘅童年歲月，係楊茜堯一生嘅軟肋，同時亦都練就咗佢堅韌頑強、百折不撓嘅性格底蘊。長大之後，佢極少主動對外提及自己嘅清苦過往，刻意模糊、淡化呢段不堪回首嘅記憶，唔想博取同情，亦唔想被人標籤化。但童年嘅貧困、從小缺失嘅父愛、長年累月嘅冷眼與搓磨，早已深深塑造咗佢嘅三觀與處事方式，為人低調踏實，做事吃苦耐勞，深知生活不易，懂得惜福感恩，從來唔相信運氣，唔依賴捷徑，一生信奉萬事靠自己。1998年，為咗徹底分擔屋企沉重嘅經濟壓力，年僅19歲嘅楊茜堯義無反顧選擇輟學踏入社會，早早出嚟打工幫補家計。身邊朋友見佢樣貌清秀、氣質端莊、身形得體，於是提議佢報考 TVB 藝員訓練班。呢一個簡單嘅決定，徹底扭轉咗佢平凡嘅人生軌跡。當年嘅 TVB 藝員訓練班福利完善，包食包住，仲能夠結識大批同輩新人，累積圈中人脈。當年嘅同期學員人才仔仔，星光熠熠，林峰、楊明、徐榮、黎諾懿等日後叱咤 TVB 嘅當紅藝人，都係佢嘅同班同學。但從一開始，楊茜堯就絕對唔係天賦型演員。佢多次公開坦言，自己從小性格內向，唔中意出風頭，
極度怯場，就連中學集體朗誦活動都只會靜靜企喺隊伍最後，默默對口型，從唔主動表現自己，從未奢望過自己有一日可以站上熒幕，成為大眾關注嘅藝人。1999年順利從訓練班畢業之後，佢正式踏足演藝圈，第一份熒幕工作就係 TVB 萬千星輝台慶晚會嘅歡樂小姐。講得直白啲，就係現場禮儀背景人員，只需要企定微笑，配合流程，禮貌接待，全程冇台詞，冇獨立鏡頭，冇任何存在感，純粹係襯托場面嘅背景板。憑藉住清麗乾淨嘅氣質，端莊大方嘅體態，佢被電視台高層睇中，隨即調入戲劇組正式參與拍劇。但等待佢嘅係長達數年無人問津、默默無聞嘅龍套歲月。初入劇組嘅數年時間，佢接到嘅角色全部都係無名路人、群眾背景、閒散配角，全程零台詞、零人設、零重點戲份，鏡頭一掃而過，連角色名都唔會標注。七姊妹等多部 TVB 經典舊劇入面，都可以揾到佢當年客串嘅透明小角色，默默出鏡，無人留意，毫無記憶點。與佢同期入行嘅新人，有人靠亮麗外形快速上位，有人靠圓滑處事打通高層人脈，有人靠製造話題炒作緋聞火速出圈，個個都爭先恐後把握資源，爭取曝光。唯獨楊西瑤始終保持本心，不搶不爭，唔識攀附，唔懂圓滑世故，只會踏踏實實演好每一個小角色，乖乖聽從劇組安排。當時嘅圈內人甚至笑言，楊西瑤主動放棄咗娛樂圈女藝人所有可以快速上位嘅捷徑，親手為自己嘅爆紅之路按下慢放鍵，甘願喺演藝圈底層默默打磨，積累實力。呢度不得不提一段流傳多年嘅圈中舊聞：楊西瑤與胡定欣嘅閒隙不和風波。兩人早年因合作拍劇結緣，台前一直以閨蜜好友相稱，互動親密，關係融洽，塑造出極好嘅姐妹情人設。但圈內早就有消息傳出，兩人私下關係早已生隙，貌合神離，只係顧及工作合作，先一直維持表面和平。後來一場大型藝人公開活動之上，兩人並排企喺鏡頭前接受拍攝，楊西瑤轉頭一瞬間嘅一記白眼，被現場媒體全程捕捉，高清記錄。呢個細微卻真實嘅眼神，徹底粉碎咗兩人多年嘅虛假閨蜜情，亦都讓大眾真正睇清楊西瑤嘅真實性格。好樂分明，真性情，不是偽裝，絕不委屈自己迎合他人。佢從不主動惹事，但亦都絕對不怕事。個人底線清晰，處事坦蕩，愛憎分明，就咁默默蟄伏，無聲積累多年。楊西瑤嘅努力同實力終於慢慢被電視台同觀眾睇見。2001年開始，佢陸續接到戲份紮實、人設立體嘅角色，正式脫離純龍套行列。2003年憑藉穩定進步嘅演技，一舉奪得 TVB 飛躍進步女藝員大獎，同時收穫多項專業獎項提名，實力正式得到業界全面認可。2004年首度擔正第一女主角，徹底擺脫萬年配角、透明路人嘅宿命。2008年憑藉爆款神劇《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人氣爆漲，國民度飆升，穩穩坐穩 TVB 一線花旦嘅核心席位，事業一路扶搖直上，穩步攀升嘅同時，楊西瑤嘅個人感情生活卻極度空白，低調到極致。熒幕之上，佢同馬國明多次搭檔出演情侶，《運 call 36小時》等經典劇集入面，兩人默契滿滿 ，CP 感爆棚，成為全港觀眾最中意嘅熒幕情侶之一。無數觀眾同網民都紛紛敲碗，盼望兩人戲假情真，現實走到一齊。但現實生活入面，兩人一直保持純粹嘅同事與知己關係，從未越雷池半步。呢段留白嘅緣分，亦都悄悄為佢後續嘅感情抉擇埋下伏筆。回顧楊西瑤輝煌嘅演藝生涯，最具代表性、最能體現演技實力，亦都徹底改變佢戲路嘅轉折點，就係大膽接下《萬王之王》入面姚金玲呢個經典反派角色。當時圈內大多數女藝人都爭相搶奪正義善良、討好觀眾嘅正面女主劇本，唯獨楊西瑤逆向而行，選擇咗心機深沉、城府極重、陰狠決絕、亦正亦邪嘅姚金玲。劇中一句經典對白：我打你就打你，仲需要揀日子咩？流傳多年，歷久不衰，成為港圈經典金句。劇內角色嘅狠辣偏執、算盡人心，同劇外楊西瑤低調沉穩、踏實溫柔嘅真實性格，形成極致反差。
嫻熟細膩嘅演技驚豔全網，劇集收視直接登頂全年冠軍，創下超高收視紀錄。但令人意難平嘅係，當年萬千星輝頒獎禮，呼聲最高、實力最強、撐起整部劇集熱度嘅楊茜瑤，意外失落重磅大獎，令無數觀眾、粉絲同圈內人為之抱不平。往後數年，TVB 獎項虧欠楊茜瑤實力被低估嘅傳聞從未間斷。2011年萬千星輝頒獎禮，佢再度成為頂頭大熱，最終卻依舊大熱倒灶，無緣視後寶座。外界一時間紛紛唱衰，認為佢會就此沉寂，事業停滯，慢慢淡出一線行列。但冇人知道，佢從未氣餒，從未放棄，只係默默沉澱自己，打磨演技，累積實力，靜靜等候屬於自己嘅高光時刻。2012年 TVB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迎來歷史性嘅一刻，楊茜瑤憑藉多年積累嘅紮實演技、極高嘅國民認可度同路人緣，以超過11萬嘅全民投票票數，強勢擊敗一眾實力對手，成功奪得 TVB 史上第一位民選視后殊榮，站上夢寐以求嘅領獎台。佢強忍多年積累嘅辛酸與感動，用一句簡短卻重量十足嘅說話總結自己嘅演藝路：我用咗13年時間先企上呢個舞台，短短一句話道盡咗13年龍套蟄伏、默默堅持、無人知曉嘅所有辛酸同汗水。而台下觀眾席之中，有一個年輕男人全程凝望住台上嘅佢，默默為佢感動落淚，真心為佢開心。呢個人就係當時仲未走紅、名氣遠遠不及佢嘅羅子溢。大眾只見證咗佢風光無限嘅事後加冕之夜，卻無人知曉呢個高光時刻嘅2個月之前，楊茜瑤先經歷咗人生最狼狽、最尷尬、最飽受非議嘅輿論風波。一單轟動全港嘅車廂緋聞，將佢同羅子溢兩人一併推上輿論風口浪尖，飽受全城網民嘅嘲諷同熱議。想要真正讀懂兩人之間難解嘅羈絆，明白呢段不被看好嘅感情何以堅持多年，就必須深入走進羅子溢嘅人生，看透佢叛逆風流外表之下藏住嘅孤獨、缺愛與脆弱，明白佢所有多情與不穩，從來都有緣可訴。1984年8月28號，羅子溢喺香港郊區鄉村出世。佢嘅童年同楊茜瑤一樣，充滿缺陷與遺憾，從未擁有過完整溫暖嘅家庭。8歲嗰年，父母正式離婚，原本簡單平凡嘅小家瞬間支離破碎，徹底瓦解。年紀尚幼嘅佢，根本無法理解大人世界嘅感情糾葛，亦無法接受家庭破碎嘅事實，內心只餘下無盡嘅迷茫、困惑同孤獨。父母離異之後，羅子溢跟隨父親生活，一大家人擠喺狹小嘅鄉村村屋入面居住，環境擁擠，關係複雜。從小性格內向孤僻、不善言辭、不善交際嘅佢，身邊冇知心玩伴，冇能夠傾訴嘅親人，冇熱愛嘅興趣愛好，長期處於格格不入嘅狀態，終日沉默寡言，茫然無措，對未來毫無方向。中學畢業之後，羅子溢曾經嘗試報考紀律部隊，希望可以擁有一份穩定體面、安穩度日嘅工作，無奈最終落榜。之後佢去到青衣泳池會所擔任救生員，呢份工作作息規律，環境舒適，壓力細，加上佢天生高大挺拔，外形俊朗，氣質陽光清爽，年輕時代就擁有超強嘅異性緣，身邊從來唔缺主動靠近、心生愛慕嘅追求者。坊間一直流傳，當年甚至有女仔專程去到泳池，刻意製造偶遇，假裝溺水，只為吸引佢嘅注意，長年累月被異性追捧，主動靠近，令年輕嘅羅子溢慢慢習慣咗周旋喺唔同異性之間，亦都逐漸養成咗多情不定、曖昧不斷嘅感情性格。2004年，原本一心想進入體制、安穩度日嘅羅子溢，迎來咗人生嘅重大轉折。當時佢只係單純陪朋友去電影、亞數、劇組試鏡面試，全程冇抱任何期待。結果朋友無緣入選，遺憾落榜，反而陪同前往嘅羅子溢，意外被現場星探同製作人睇中，憑藉亮眼外形成功獲得演出機會，就咁誤打誤撞踏足娛樂圈。劇中外賣小紅帽嘅小小配角，成為佢正式亮相影壇嘅熒幕首秀。2008年，羅子溢正式簽約 TVB， 全職深耕影視圈，開始穩定接拍電視劇集，參與幕前演出。真正令佢人氣急升、爆紅全港、圈粉無數嘅，就係 TVB 經典醫療劇《On Call 36小時》。
佢喺劇中飾演陽光溫柔、專業認真嘅實習醫生洋蔥，一身整潔不挺嘅醫生制服，襯托出完美嘅身材線條，顏值同身形雙雙在線，溫暖乾淨嘅熒幕形象深入民心。一時間，網民紛紛被佢圈粉，封佢為腹肌男神、隱形健身型男，話題熱度居高不下。影視劇邀約、商業活動資源接踵而至，演藝事業迎來最巔峰嘅上升期。正當佢事業順風順水、前途一片光明之際，一場發佈會風波徹底暴露咗佢感情之中嘅缺陷與不足，亦都令佢同楊西瑤嘅情緣從此風雨不斷，爭議纏身。兩人因為長期合作拍劇，朝夕相處，慢慢互生情愫，日久生情，低調展開咗為期1年半嘅地下戀情。相處過程入面，心思細膩、觀察敏銳嘅楊西瑤早已察覺到諸多異常。羅子溢經常行蹤飄忽、無故失聯，每當被追問去向，總係有各式各樣勉強嘅藉口，好多行蹤都模糊不清，無法自圓其說，令楊西瑤心底始終籠罩住一層疑惑同不安。2011年7月，呢份長期嘅猜疑終於得到咗最殘酷嘅答案。楊西瑤偶然睇到羅子溢手機入面嘅聊天記錄，徹底證實咗自己所有嘅擔憂。喺同自己正式交往嘅期間，羅子溢同時同3位以上嘅異性保持曖昧親密嘅往來，感情忠誠度嚴重缺失。真相徹底曝光之後，楊西瑤情緒瞬間崩潰，兩人之間爆發咗有史以來最激烈嘅爭吵。情緒失控嘅爭執過程中，雙方發生肢體衝突拉扯，最終令楊西瑤身上留下咗清晰可見、深淺分明嘅傷痕。隨後嘅記者會之上，羅子溢嘅處理態度同言論徹底寒透咗所有人嘅心。佢全程極力辯解，否認故意傷人，將所有問題輕描淡寫歸結為無心之失、意外失手，全程冇半分真誠道歉，冇承認任何過錯，冇半點反思悔意，短短5分鐘就匆匆離場，完全唔理會女方嘅感受同外界嘅輿論壓力。為咗避免事件繼續發酵，被外界惡意炒作，亦為咗保護自己不再被輿論消耗，楊西瑤最終選擇唔報警、唔追究、唔深究，獨自一人承擔所有傷痛同外界嘅非議。舊風波尚未完全平息，新嘅負面消息再度襲來。2012年5月，香港娛樂圈爆發轟動一時嘅藝人不雅照片、刑事恐嚇相關案件，震動全港。案件審理期間，涉案人士住所被警方搜查，檢出價值超過10萬嘅私人物品，一時間圈內人心惶惶。雖然最終並冇直接證據可以坐實羅子溢涉案，但佢都無端被牽扯其中，坊間各種流言蜚語四起，真假難辨，無可避免令本來就已經不佳嘅公眾形象雪上加霜，徹底跌至谷底。當時嘅佢滿身黑料，口碑崩壞，爭議滿滿，係全網公認嘅問題藝人。反觀楊西瑤，正處於事業最巔峰、人氣最頂流嘅階段，零負面、零緋聞，路人緣極佳，實力地位雙雙在線。喺所有人眼中，兩人身份、地位、名氣、口碑完全唔對等，根本冇任何可能攜手同行、相守一生。但感情向來都唔係外人眼中嘅門當戶對、勢均力敵，而係當事人心中嘅惺惺相惜、靈魂契合。偏偏係呢一對被全港睇淡、備受爭議嘅人，喺各自人生嘅低谷之中，互相吸引，彼此救贖，慢慢靠近。羅子溢追求楊西瑤嘅方式，從來都唔係鋪張浪費、名貴禮物、高調轟動，而係用最樸素、最細膩、最貼心嘅日常細節，一點一滴打動對方。每當楊西瑤深夜通宵拍戲、辛苦趕工，佢都會細心詢問飲食喜好，準時送上熱騰騰嘅宵夜。就算自己當日早早收工，可以休息返屋企，佢都唔會懶惰，專程接返電視台劇組，為全體工作人員添置新鮮水果同點心零食，體貼周到，事事有回應，件件有着落。得知兩人出生日期只相差2日，羅子溢專心策劃，親力親為楊西瑤準備生日驚喜。佢摒棄咗娛樂圈常見嘅鮮花、蠟燭、奢華派對，反而選擇最接地氣、最有溫度嘅燒豬宴席，邀請劇組全體人員一齊歡聚慶祝，熱鬧真實，誠意滿滿，徹底拉近兩人之間嘅距離。而最轟動，亦最打動楊西瑤嘅一幕，發生喺海邊。當時羅子溢認真表白，直言：如果我即刻跳落海，你願唔願意做我女朋友？
楊西瑤只當係年輕人一時衝動嘅浪漫情話，一笑置之。誰知羅子溢二話不說，毫不猶豫縱身躍入大海。呢份執拗、真誠又衝動嘅赤子之心，徹底擊中咗飽經世事、內心長期缺愛、極度渴望真誠溫暖嘅楊西瑤。兩人嘅感情亦都從此正式落實，穩定發展。可惜兩人對外官宣戀情嘅方式並唔浪漫，反而充滿尷尬同爭議。2012年9月18號深夜，羅子溢駕車前往聚會，結束之後專程接送楊西瑤離開，全程早已被守候多時嘅狗仔隊全程跟拍記錄。長達40分鐘嘅車程入面，兩人喺車廂之內親密依偎、低聲互動，相關照片同影片流出之後，瞬間引爆全網熱議，被網民戲稱為車廂依偎風波，飽受嘲諷。事後雙方團隊緊急回應，解釋係當日羅子溢飲酒不適，身體困倦，兩人只係朋友之間互相照應，並冇任何越界行為。真實內情無人知曉，無從考究。但呢場風波過後，兩人都不再刻意隱瞞戀情，順勢正式對外公開關係，迎來咗全網一致嘅唔看好。當時幾乎所有人都替楊西瑤感到不值，覺得可惜。堂堂 TVB 頂流視后，實力派花旦，明明可以選擇更好嘅歸宿，卻偏偏揀中口碑盡毀，情史混亂，名氣地位遠遠不及自己，仲要細自己5歲嘅羅子溢。同期嘅 TVB 花旦，有人順利嫁入豪門，生活無憂；有人選擇圈外精英，生活低調穩重；有人覓得圈內專一穩重嘅搭檔，恩愛甜蜜。對比之下，楊西瑤嘅選擇顯得格外冒險、格外叛逆、格外令人費解。果不其然，兩人戀愛之後嘅日常比電視劇更加狗血波折，風波不斷，危機頻發，幾乎每年都會爆出感情考驗。2013年，兩人公開戀情未夠1年，合作拍攝劇集續集期間，羅子溢同劇中女配角片場互動曖昧，舉止親密，毫無避忌，被現場工作人員親眼目睹。私下傳開，消息傳到楊西瑤耳中，佢當場面色沉鬱，心生不悅。自此之後，楊西瑤不時現身劇組片場，氣場傳開，默默戒備，好似守護自己領地嘅猛虎，絕不允許任何人隨意靠近，觸碰自己嘅感情底線。片場氣氛經常變得微妙尷尬，而真正差點徹底終結呢段感情，令兩人關係走到斷裂邊緣嘅，就係2014至2015年轟動一時嘅蔡思貝緋聞風波。當時嘅蔡思貝係 TVB 重點力捧、資源傾斜嘅新生代小花，潛力無限，前途大好。為咗幫男友爭取寶貴嘅一線大男主資源，向來低調矜貴、從不求人嘅楊西瑤，甘願放下事後身段，主動向電視台高層極力舉薦，全力推薦羅子溢，先為佢爭取到呢部重量級劇集嘅男主角資格。誰知開拍之後，羅子溢同蔡思貝戲內飾演情侶，糾纏愛恨，戲外私下互動亦都越走越近，邊界模糊，曖昧氛圍不斷升溫，緋聞越演越烈，圈內人人皆知。劇集順利殺青之後，大眾以為風波會隨住拍攝結束慢慢平息，不了了之，但現實並非如此。楊西瑤後來發現，就算劇組解散、拍攝完畢，羅子溢同蔡思貝依然保持密切聯絡，私下往來頻繁，完全冇絲毫避忌，冇收斂跡象。面對楊西瑤嘅質疑同不滿，羅子溢依舊態度強硬，堅決否認一切曖昧傳聞，唔願認錯，唔願妥協，唔願體諒另一半嘅不安，甚至反過來要求楊西瑤主動刪除對方嘅聯繫方式，態度執拗，毫無退讓。與此同時，羅子溢更多舊日緋聞、感情黑歷史再度被翻出，一樁樁、一件件嘅傷害，層層堆疊，徹底抵達咗楊西瑤嘅忍耐極限。其實當時兩人早已悄悄規劃好未來婚事，對結婚組建家庭充滿期待。楊西瑤用自己多年辛苦拍戲、默默積嘅全部積蓄，入手咗一間價值千萬嘅豪宅，專門預留作為兩人婚後嘅婚房，滿心期盼可以安定落來，擁有屬於自己嘅溫暖小家。眼見多年期盼即將化為泡影，身邊所有親朋好友都極力勸佢放手止損，紛紛直言呢個男人反覆出軌，不懂珍惜，根本不值得佢委屈自己，執着守候。當時嘅全網輿論亦都一邊倒，一致唔看好呢段感情，認定兩人遲早會徹底分手，不歡而散。但外界所有人都睇不透楊西瑤內心嘅執着同堅守，
佢嘅從一而終從來都唔係戀愛腦嘅盲目固執，而係靈魂深處嘅高度共鳴與互相理解。楊西瑤自幼喪父，從小缺愛，極度缺乏安全感，一生最大嘅願望就係擁有一個完整溫暖、穩定踏實嘅家庭，有一份長久忠誠、不離不棄嘅感情。而羅子溢雖然年少風流，感情混亂，性格叛逆，但佢本性善良，對長輩孝順有禮，待人真誠純樸。呢份難得嘅赤子之心，係從小缺失家庭溫暖嘅楊西瑤從未感受過嘅溫柔。兩人同樣擁有缺陷嘅童年，同樣從社會底層摸爬滾打長大，同樣內心孤獨缺愛，最懂彼此嘅無助與不義。呢種靈魂深處嘅契合與共情，係外人永遠無法體會、無法撼動嘅。除此之外，楊西瑤嘅婚戀觀極為傳統執着，佢多次喺公開訪談中明確表示自己向往男主外女主內嘅傳統婚姻模式。一旦認定一個人，選擇一段感情，就會從一而終，執手到底，絕對唔會輕易放棄，半途而廢。佢睇到嘅唔係羅子溢一時嘅頹廢與風流，而係佢骨子入面嘅真誠善良，以及人性可以被溫柔治癒、被歲月打磨、被愛改變嘅無限可能。而歷經一次又一次嘅風波磨練、感情考驗之後，羅子溢亦都徹底醒悟，慢慢蛻變成熟。佢後期受訪時坦言，自己同妻子都係性格執拗、心思敏感、自尊心極強嘅人，各自都有明顯嘅缺點同不足。正因為深深體會兩人相處嘅不易，看清自己曾經嘅錯處，先願意為咗對方慢慢收斂脾氣，改正短板，磨平稜角，改變本性。佢亦鄭重承諾，自己認定嘅婚姻就絕對唔會離婚，選定嘅伴侶就會一生尊重、用心珍惜、終身守護。2016年3月22號，兩人低調遠赴英國，喺一座擁有900年歷史嘅古典古堡之內，舉行了一場簡單純粹、溫馨安靜嘅婚禮。現場冇任何媒體造勢，冇商業炒作，冇奢華排場，冇喧囂熱鬧，只有雙方至親家人到場見證，簡簡單單、真真實實，遠離娛樂圈嘅浮華與紛擾。婚後嘅平淡日常，徹底打破咗大眾所有嘅負面預判。褪去熒幕光環，放下事後榮耀嘅楊西瑤，心甘情願回歸家庭，低調度日，專心經營婚姻生活。40歲那年，佢順利誕下長女，因為寶寶長得圓潤可愛、純淨剔透，好似一顆溫潤珍珠，於是為愛女取小名小珍珠，大名羅奕心，寓意孩子未來可以展翅高飛，隨心而行，前程似錦，萬事順遂。相隔數年，佢再度平安誕下一子。一家四口溫馨美滿，幸福安穩，為祈求合家平安，歲歲順遂，福運綿長。夫妻二人雙雙選擇改名，楊怡正式更名楊西瑤，羅仲謙正式更名羅子溢。改名之後，兩人刻意減少幕前曝光，遠離娛樂圈喧囂，低調過好自己嘅小日子。2024年嘅專訪入面，楊西瑤被問及婚姻入面最欣賞老公嘅哪一種優點，佢沉思許久，溫柔從容咁回答：感情從來都唔需要轟轟烈烈，唔需要高調炫耀，唔需要刻意製造浪漫，最難得、最長久嘅從來都係細水長流，默默陪伴。當記者繼續追問心底最深嘅感受，佢淺笑坦言，自己曾經因為過往嘅傷痛，差點封閉心扉，拒絕所有真愛，好在自己最終選擇堅持與相信，先能夠擁有今日嘅平穩安穩，歲月靜好。呢一對飽受爭議卻始終相守，歷經風雨中得圓滿嘅 TVB 夫妻，俾咗無數人最真實嘅感情底氣。好嘅婚姻從來都唔係一蹴而就，而係擇一人，守一生，磨一世。歷經風雨仍初心不改，飽經波折仍執手相依。歡迎大家喺評論區分享你嘅睇法，我哋下期再見。
至今已經超過14年。2026年3月1號，黎子珊迎來咗自己嘅60歲生日。喺佢嘅生日聚會上，譚詠麟、何超瓊等一眾港澳頂級好友都悉數到場為佢姜生。60歲嘅黎子珊冇婚姻嘅束縛，冇子女嘅牽絆，卻擁有豐盈嘅納心、頂級嘅格局同珍貴嘅人品。佢唔虧欠任何人，亦都唔被任何人虧欠，活得瀟灑，活得通透，活得自由。佢一個人生活，但唔貧瘠；佢偶爾孤單，但唔委屈。呢個就係黎子珊，一個獨一無二、無可替代嘅港圈奇女子。佢用自己嘅一生告訴大家，女人嘅人生唔一定需要婚姻同子女，亦唔一定需要依附男人，靠自己一樣可以活得精彩，活得漂亮。愛嘅時候全力以赴，散嘅時候體面放手，先至係最通透、最高級嘅人生。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大家對黎子珊有咩睇法？歡迎喺評論區留言，我哋下次再見。